先啊，佢要經過滾水啊，全部要煲過1個半鐘之後先剝得開。你哋自己睇下，師傅會剝開個蠶繭，你睇下，裡面都有2粒蠶蛹嘅裏面嘅，你睇下我哋再嚟睇下先。呢個可以攞去油炸嚟食喎，唔知你哋嘉賓以前有冇食過？因為佢含有豐富嘅蛋白質喺裏邊嘅。以前有廣東順德，你睇下好多有個蠶啊、炸蠶種嚟食，含有豐富嘅蛋白質喺裏邊咯。但係你哋睇下。師傅剝開洗乾淨之後啊，然後就一層一層咁樣套上去嘅，你睇下我呢度你睇下，呢度有一層啊，你哋可以用手咁樣攞下摸下都知道，你睇一層一層套上去嘅。我睇過啲師傅用好熱嘅水去佢煲過嘛？佢要煲過啊，蠶繭啊，佢要煲過1個半鐘之後啊，之後喺水中剝開，因為佢要喺啲熱水裏邊剝。熱水都可以，或者凍水都可以嘅，都可以。就係反正咧要煲過1個半鐘先剝得開。你唔係等佢自己咬咗出嚟先至有用？唔係，如果係佢咬咗出嚟嘅話，嗰個蠶繭就冇用啦，嗰啲絲啊就咬斷晒斷啦，咬斷嗰啲絲咧就冇用啦所以佢咬出嚟嘅話，就變成蛾咯，變成蛾嘅話就因為蠶繭啊佢就冇用啦，完全就俾嗰啲咬斷嗰啲絲啦，所以佢就做唔到皮咯，只能用煲先嚟剝開。但係我哋師傅佢將足教呢度啊，我哋大家再嚟睇下先。佢套上到70個之後，然後佢要攞出嚟烘乾消毒，你睇下好似一頂帽咁。然後去攞去拉蠶絲，呢個蠶絲俾大家都知道啊，都係用手去拉開。但係你哋用手嚟摸下呢個絲豆，自己親手摸下感受一下，你睇下。呢個蠶絲啊，好輕、好軟熟、好舒服嘅。同時佢攞嚟做蠶絲皮啊，佢有一個最大嘅好處，大家睇下先，佢都係長纖維嚟嘅，你睇下。嗰啲一條一條線咁。所以佢平時做皮啊，就唔會有嗰啲毛嗰啲飛出嚟啊，影響你人體呼吸。而且似我哋生活當中啊，你有呢個鼻敏感啊，同埋呼吸道嗰啲啊，你睇下呢個絲豆，比如你喺燈光下用力打拍，你睇下，無論點樣打，係冇毛冇塵嘅，因為佢嘅絲你睇下長纖維一條一條線㗎，所以佢係冇毛冇塵飛出嚟影響你人體呼吸。咁跟住下嚟嘅話，我哋大家一齊裏面房間。再嚟睇下師傅點樣攞呢個絲豆去拉蠶絲皮先。嚟咁各位，我哋大家一齊去邊寫講。